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旧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第4节、第15节和29节。和本圣经在272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第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就好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以上，这时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我们同心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，特别在这个礼拜中间，我们有梅基台风侵袭的台湾，有很多地方受到了伤害，甚至有人丧失了生命。我们为此求主你怜悯的恩跟他们同在，也为了我们在桃园市的地方，我们大家都平安，献上我们的感恩。我们更感谢主你的带领，让我们在主日有这个福气，能够再次来敬拜你。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在学习当一个和平使者的时候，更盼望主你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。我们知道主你要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和平使者。我们献上我们感恩祈求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和平使者已经进行到第8周了。第8周的时候呢，仍然是属于在第3部中间。我们看，在和平使者总共是4个基，从荣耀神开始讲了3堂。第2个是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，也讲了3堂。我们进到第3部里面，上礼拜我们是要讲温柔挽回，里面只有在2个人之间，2个人能够解决的话，就在2个人之间解决。也是告诉我们在哪一个时机，我们应该要去讲话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说如何去讲。这边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要怎么讲，但是呢，我们使用起来呢，却常常偏离了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今天要深入的来了解。我们先复习一下在上个礼拜所讲的，只在2个人之间呢，他告诉我们说，虽然我们最好的方法都是能够宽容，但是有时候呢不能宽容，必须要去讲，否则呢那个事情就会更离谱，而且继续做出一些伤害人的话。同时我们知道对方要是对我们有什么敌对的话呢，我们要尽快的去谈清楚，免得事情能够扩大。若某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不荣耀神，甚至是伤害到很多别人的关系、自己的关系这些的话呢，我们更要让他去看见他在这方面需要怎样子的更改。这告诉我们都是属于时机方面。那当然也稍微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如何去谈呢？我们是要借着神的恩典，以及讲正确的话语，然后甚至包括承认自己的罪，这样的话就带来能够使这个关系更好。但是我们这一次今天所讲的人更深入告诉我们如何去讲这些话。但是我们要不管是哪一个时机的时候呢，我们记得建设性的指正呢，乃是一种真诚爱的表现。表示说，我们要是出于爱去跟对方讲的话呢，我们要讲建设性的东西，不是讲一些破坏性或是指责性的东西。我们要进入这个礼拜中间时候，我们今天的经节，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一次。来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因以己以弗所书4章15节，还有29节来。所以事实上，以弗所书4章29节是对以弗所书4章15节一个很好的定义。什么叫做用爱心说诚实话呢？是表示说我只要讲的话是出于诚实就可以讲吗？不，他讲的是爱心。那怎样才算爱心呢？他告诉我们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到益处。原来我们都是为了对方的益处
而来用爱心说诚实话。说爱心说诚实话呢，是他为的目的是怎样？要让对方得到益处。怎样才可以让对方得到益处呢？因为你说了造就人的好话。所以这两个句子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你就比较能够清楚用爱心说诚实话是什么。但接下来我们也会讲得更清楚一点。我们来看呢，只在你们之间，在上礼拜所讲的呢，是告诉我们哪一个时机、哪一个时间呢去讲。有时候我们甚至要第三者的介入，才能够达到关系的这些修护。但是呢，要以对方来讨论他的这个过失的时候呢，是很困难，而且又不讨好，通常都是受到人家别人的拒绝。但是神却要我们去用温柔的心去挽回对方，要怎样子去能够做到呢？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节告诉我们，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，我们要去温柔把他挽回。要如何做到呢？要怎样才能够达到荣神益人呢？今天的经节已经告诉我们，原来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那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呢，有什么原则跟技巧吗？它有3个原则。这3个原则呢，乃是说，第一个你要用福音为中心，第二个是用快快的听，第3个是用属天的智慧。这3个合并起来呢，才是属于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也就是包括有所书4章29节，你把它2个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，那后面我们用挂弧起来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用福音为中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说造就人的话。快快的听呢，表示你很认真的倾听，所以你知道事情。第3呢，用属天的智慧呢，就是说你要用智慧，而且智慧不是你的小聪明，乃是从天上而来的。我们用这3点呢，我们慢慢的一个一个来讲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用福音为中心，乃是你要你要用说造就人的话，也就是以所书4章29节所说的。福音会带来盼望，但是律法呢，却带来审判跟定罪。所以我们要用福音才能够带来盼望，而不是说你犯了什么，你做错什么，那反而是带来的审判跟定罪。我们要学习呢，将焦点呢放在神做了什么，神借着基督为对方做了什么，而不是想说对对方说你该怎么做，你什么东西没有做到，并不是这样。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例子呢，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讲的时候，他明明知道他是犯了奸淫的一个妇女，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讲，他开始讲起了要如何能够得到不会渴的活水，然后将神的恩典来明白的告诉他，最后才请他点出这件事情之后，那一个人就受到了感动，然后他就甚至为了他也不顾了自己的面子，而去将这个福音告诉了别人。有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来相信了。原来用福音为中心的时候，可以带来很大的感动。永远要记得把神赦罪的好消息呢、盼望呢带给人，而其中心呢，最重要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因为我们知道，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得救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我们的罪赎掉了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告诉对方，他们的罪已经犯罪，然后亏欠了神的这个荣耀，但那不应该是一个焦点，只是提醒而已。重点是因为怎样？我们要告诉他神给他的盼望。我们要是强调在他的这个错的地方呢，会使他非常的丧气。是我们要靠神来告诉他有一个盼望在。如果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呢，神也赦免的时候呢，那就恢复我们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也将我们一切的这些，要是我们不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呢，神会继续管教我们。所以你愿意继续被神这样子管教吗？当然我们都不愿意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认我们的罪。在约翰一书的第4章第9节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而且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你要是不做的话呢，神会继续管教我们。所以想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大家就知道我们应该要认我们的罪，同时也将这个福气呢告诉对方，说神会赦免你的罪犯，洗净你的一切不义。若是你认罪的话，原来是都要带来一些这个盼望给我们。我们要以学习以读经以默想神为乐，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功劳而欢心。
这个东西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准备我们的心，要改变我们自己。如何改变自己呢？你是靠读经，靠上帝的话语，靠耶稣基督。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些功劳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就改变我们的心意了。我们要向神来祷告，求神心改变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呢所说、所做的、所想的呢，都可以以神为中心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将这个好消息呢见证给对方。你要以福音为中心，你要去讲的时候呢，不是讲就好，而是要你自己的你自己要看到你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出来。你没有办法将你自己没有的东西去告诉别人，你一定要只能自己有的，你才有办法告诉别人。所以自己呢，应该要先享受到神的恩典。第二个原则，第一个我们是以福音为中心，就是你常常要讲造就人的话，然后你要进入状况是怎样，你要快快的听，也就是能够用认真的听，才知道你所听，你并没有误会了对方。那我们要是善于倾听，那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代表了3个意思。第一个是说可以增加你了解对方的能力；第二个呢，可以显示我非常的重视对方的意见跟他的想法，也表示我非常的尊重你。所以你讲呢，我就认真的在听。如果能够达到用这样倾听呢，这边告诉我们有5种方法。第一个是等待，也就是等一下我们都会解释等待；第二个是倾听；第3是澄清；第4呢是复述；然后第5呢是同意。我们先从看这5种可以培养聆听的技巧呢。第一个是等待。箴言15章第28节告诉我们：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，恶人的口吐出恶言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你会思量如何去回答，也就是你必须要有一段等待的时间。所以讲说，能耐心的听是极关键的聆听的技巧。我们要避免太早就对别人在想什么来下了结论。这是我们常常犯的结果。人家都还没讲完之后，我们早就已经想好要如何告诉他了，或是如何要反击他了。其实我们常常会误会了对方。有时候对方呢，我们也不要太早才提供的方案，因为很多时候呢，对方其实都已经有答案了，只不过他需要有人来听他讲。所以我们先听完他讲，我们才有办法对他有一个正确的回答。这是第一个，等待是包括我们要耐心来听对方。现在讲的是5种技巧呢，是你如何能够倾听。第一个是你要有耐心的等待，第二个呢，你要认真的去听。人心思的速度呢，比讲话的速度快4倍，所以呢，通常他讲到一半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想了很多了，想了非常前面去了，非常他往后面你都想了，那你要是不专注的话，你常常会分心，你会漏听掉，因为你已经想到后面去了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。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显示你是在很注意的听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至少有6个。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眼神，保持眼神的这种接触。第二个呢，我们避免有一些负面的这种肢体语言，例如说他在讲的时候，你是靠在椅子后面，然后双手这样抱着，这样你只想他很真诚的在听吗？我相信不是，这些肢体的语言呢是负面的。第3呢，你要免除让你分心的东西，例如说有一个电视在那边响，或者音乐放得很大，你怎么去听这些，常常会听不见，或者小孩子在吵，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分心的，要免除掉这个。然后你身体要是能够稍微的前倾，然后能够表述你非常热衷，甚至脸部常常有一些表情能够有一种回应，最后是偶尔会点头，然后会发生或是怎样的回应呢？代表是说你有认真在听。认真在听的时候呢，接下去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听完全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有没有澄清事情。澄清事情怎么去澄清呢？你有时候你就透过呢提问或者叙述呢，来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对方所说的。同时，这样子的反应呢，也显示说我们想要听到更多的信息。通常这样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到那个问题的表面更深层的这些想法、动机跟感觉。你可以对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。